好，今仔日是退休坛教师的奉献主日吼，陈德兰牧师来咱讲道，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伫圣诞的节期，阮来到你的面前来庆祝你为着阮的出世。主，恳求安尼的喜乐平安，毋若是一时，会当成做阮一生的感谢甲懊恼。主，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拣调阮，也感谢你使用阮，会当伫教会内面服侍你。主，阮恳求你保守今仔日陈牧师的讲道，互伊的讲道会当进入阮的心，成做阮的气力。也保守今仔日师会的瑜伽执事，互伊会当引导阮会众进入水的敬拜。也胜过对当工的懊恼，恳求主你会当来接纳、来降纳阮献上的懊恼，也是其他的当工因抗思琴交胎思恨的当工，恳求你拢保守阮的服侍。也恳求你会当来接纳阮兄弟姊妹所献上阮的心。主，阮毋若是人坐伫遮，阮的心也要条件你。主，恳求你就进入阮的心来引带保守阮。阮将今仔日2场的礼拜恭敬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引带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是阳光普照的日子吼，主日礼拜，是今年上尾的一个主日礼拜。希望上帝继续祝福咱。咱礼拜前三甲来同心来唱2首的诗歌，头一首是《心目恩主坚固》，咱请琴先弹一遍。心目恩主坚固，就是赎罪耶稣，救主上帝，求你听我祈祷，罪恶洗清到无，互我全心倚靠归向上帝。好，预备来。心目恩主坚固，就是赎罪耶稣，救主上帝，求你听我祈祷，罪恶洗清到无，互我专心倚靠归恩上帝。当我心心能正，是阮互我勇强，藏我心热，你有替我受死，我愿深深听你，热情顺转心志，那回白白。我行黑暗马路，还得高低脚步，求主引带，黑暗变我最根，有无
这首诗爱唱暗暝吼，希望咱嘛会当用暗暝心情来唱这首诗。虽然咱行过黑暗的马路，烦恼高天脚步，但是主会引带咱互黑暗变做光吼。咱过来唱第二首诗，还有第四集，不要紧吼。咱来唱第四首诗，140首吼，140首。这首诗是非常有人生的经过的一个作词家吼，一个作词做作者赞美诗的一个美国的女士吼，伊所做的，伊一生拢总做差不多8000首诗的赞美诗。8000首诗吼，差不多所有的美国的圣诗内底拢有收集。伊叫做芬尼克劳斯比，Fanny Crosby。伊伫1820年出世，1915年过身，拢总94岁。伫94岁人生的中间，伊差不多有88年。拢无看到。偌久的讲，伊6岁的时，因为感冒，医生治疗无好，伊就青命。但是伊对8岁开始，就是用圣诗来突破黑暗，用圣诗来赞美上帝，用圣诗来学乐上帝，互伊会当伫黑暗中看到光亮。这首诗。伫伊65岁时啦，伊65岁时，美国的18届总统过身的时，伫伊的迄个个别的迄个礼拜内底，伊65岁伫遐献诗，所以伊将这首诗来献予。当时的美国的百姓，互因伫黑暗的中间会当看到光明，知影耶稣的手是扶持随时咧甲咱三甲做伙。所以伊的即个歌的名叫做《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就是耶稣的手一直咧扶持咱。咱三甲做伙来请琴弹一遍，咱就来唱这首诗。温柔疼痛的声音，会解我心忧闷。对阳光天堂降临，常常安慰是阮。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伫伊行前。仁爱那阴暗遮我，互我灵魂安宁。咱三个做伙来唱。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的行前，仁爱那阴暗遮我，互我灵魂安宁。温柔疼痛的声。阳光天堂降临，常常安慰扶持我。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的行前。仁爱那阴暗遮我，互我灵魂安宁。耶稣的手扶持我，阮当拢无烦恼，世界要
山，血洗七年老目屎，拢要予我摇转。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的行进。真爱那恩恩加我，予我灵魂安宁。主是我心所欢喜，伊洗刷我罪过，常常坚固心可以，亲像万世旧伴。看着吞论点世间，天后将归去，天更之欢喜无限，地主家立就地，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的行进。亲爱那恩恩加我，予我灵魂安宁。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伫伊行前。人来那因恩加我，予我灵魂安宁。望咱伫咱2020年伫黑暗的中间，咱会当真正有信靠耶稣的手，真正扶持咱。也咱也有信心甲行动，来甲耶稣同行，来突破一切黑暗，也用献上咱至关的儿乐，来儿乐主上帝永远的创造与奇妙的美意，互咱2021年会当成做咱一生伫黑暗中会当有胜利、有信心，知影耶稣基督在扶持咱，所以咱爱将咱的手放伫耶稣的手的顶面，放落一切的苦难烦恼，心坚固来向前行。咱准备心。大家平安。今仔日是退休传教士的奉献主日。奉献茶仔伫椅仔的头前，请兄弟关心奉献。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走啊！
上主啊，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摆列我的心意，绝要瞭望。三甲的因诗阿罗上帝，信诗572首，572首。请起立。这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为在生女玛利亚出世，为本州比拉多忍耐受苦，定是一个死埋葬第三日对世人着告我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会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被赦免，且国外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角用启应文第6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第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信徒实在真尊贵。去底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山野，我的福杯。
种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教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馆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万物的主，是独一无二的精神。我要感谢你，你真正是活活的上帝。你无弃使阮，对年头到年尾，有你保守看顾，每一时每一刻，拢甲主相同行，拢有主教阮伫地，因为你疼世间人。提欠你的独生圣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拯救阮脱离罪恶，手术予阮即款无比的疼，阮要感谢你无煞。即时恳求主你清去阮的心灵，因为你是道路、真理、活命。求你帮助组织伫圣殿内众人开心灵的目睭甲耳孔来亲近你。阮徛边逼空家己，遵照主你所领受的教示来行。2020年，因为武汉肺炎流行，搁一遍提醒阮世间人，阮常常骄傲甲自私，常常看家己比别人较重要，袂记你爱尊主最大，合适主你的模样，帮助别人亲像家己。主啊，求你怜悯阮，阮知世间的一切拢掌权伫你的手中。求你使阮有勇气面对挑战甲困境，对你的疼重新得到气力、信心甲愿望。主啊，感谢你授赐予阮每一项拢够耶，你的恩典满满。你的需要无一项你毋知，阮的需要无一项你毋知，只有信靠你才有福气。也求你透过牧师传讲的信息，互阮搁较有气力来传扬你的福音，也有能力来安慰人、疼人，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做一个有热心、有疼心、有信心、有耐心、德行的人。互阮生命改变，成做新创造的人。主啊，你是赐人平安的神，求你掌权台湾这片土地，互人甲人和好，三疼三扶持。求你施恩看顾，安慰受压迫、发出埋怨、哀哭的人，互因知你是帮助受冤屈的人的上帝，因为你是阮的力量，阮的避难所。主啊，阮时刻需要你，求主你时时甲阮伫地，阮也要用感恩来相听，用扶持来仰望，用懊恼来信靠。阮深深拜列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应讲。
下卷第4章第1节到第7节。有一个妇人人是先知的学生的某，叫伊丽莎讲：你的老婆，我的丈夫已经死。你的老婆平素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的。那祭主来要娶我的2个囝做老婆，伊丽莎问伊讲：我通甲你做啥物？你甲我讲，你厝内有啥物？伊讲：你的女婢厝内剩1班油，以外拢无。伊丽莎讲：你去啊，伫外面对你遐的厝边照器具，就是空的器具，毋通照。就入厝关门，你甲你的囝踮内面添油，伫所有的器具添满的，就另外下。妇人人离开伊去，关门，伊甲伊的囝踮内面，囝带器具来互伊，伊就添油。遐的器具拢满，伊甲伊的囝讲：搁摕器具来互我。囝讲：无搁有器具啦，油就止。妇人人去甲上帝的罗卜讲，伊讲：你去卖油来行祭，所剩的你甲你的囝通度我。请陈德南牧师讲道，题目是信心甲行动。大家平安。来咱教会做礼拜是一个真大的享受，因为咱的圣乐的献诗非常水，因为声音非常水，因到伫个我想这是应该是迄个毋是业余是迄个职业的水准以上吼。因为过来平在礼拜就是对咱的圣乐的所念的诗，互咱真大感动。无解我的囝婿伊讲真爱来上人教会做礼拜。说毋是干那圣乐队吟诗遐尼好听，伊讲咱的牧师的讲道非常好，有内容真有准备，所以这是一个教会真要紧、真基本的一个要素。因为教会进步对咱的服侍的团队、对咱的牧师、对咱总是向起码整个的表现，互咱看出一个教会不只有活命。不是活命。今日是退休传教者伊即个奉献主日，小日受派来到咱的教会，因为从传道会刚刚伫安排即个讲台官伫安排即个请安报告奉献，即个工作，即个工作不只有真大压力，伊是讲要派迄个教会讲道的牧师，都还不只去慎重去。憔悴，因为讲爱甲即个教会较有关系，牧师去可能较好。再等传道会刚刚伫安排我来遮时，迄个教讲来遮好无？我当然真好啦吼。因为遮真熟，我较早伫咱隔壁应该教会牧会了，新教会开了伫遐嘛10几冬退休嘛已经满6年，所以甲咱的教会嘛不是有关系吼，咱的中秋。特别咱的小会，因为我捌做过半年的即个小会议长，当时上届底的即个小会议长啦吼，寿命上底半年久都无吼。迄个无毋是讲互人抬头啦，迄个无是因为咱的牧师甲伊扶正叫做主任牧师吼，迄个时阵这真好的一个现象。所以像因为安排我伫遮来甲大家请安报告，都是咱过去即个主日的奉献。咱去年为了即个暑假费有59400块，将近6万块，所以甲大家说多谢。望请下是继续为即个暑假祈祷，因为我捌甲即个总会反映吼，讲伊用退休传教士的奉献主日吼，莫用退休啦。为什么讲？因为其实这个钱吼，毋是该用伫退休传教士顶面吼，伊是在职伫牧会
全台湾而且咱长老教会本庄的长老教会，你牧会传教者嘛是共款有在享受咱伫今仔日奉献迄个金钱，特别遐伫在世中间来过往上帝经调转去遐个传教者，主了个细汉还个读书时吼，不管是偌大汉吼，就是讲伊都出世无偌久这个爸爸过身是传教者传大牧师，咱这个传道会永远都爱给负责教伫迄个囡仔栽培到伊大学毕业为止。所以教囡仔共款要这个其他要有人就对在这个牧师这传教者，因为一寡会帮助，拢有物件退休的传教者。所以用退休可能是讲这老人较无收入，可能是用退休人较会同情的款安尼吼。所以要无要改安尼吼。其实这就是互咱知讲，毋是干用退休的传教者。所以今日我就代表总会，还佫像咱各一个新闻法要让代表这退休总会、退休的这联谊会，因为我受选从这明年度开始，各月工要做总会会长。因为我退休满6年拢无休困，因为拄退休时就做红山做咱7天中的联谊会，退休联谊会过期2冬。2年了选做咱青中的这个会长。做2年了是国防选做北区的区长，做2冬，已经到这10月结束，已经伫10月底，这总会全国总会年用选做明年度的总会会长，将责任愈来愈大，嘛愈来愈无用。我感觉算是无用，但是我上帝互我迄个束缚真大，因为我甲我对青中做会长就已经对我这干部要求讲，咱个当作咧牧会啦。要是当来讲，牧会有效率的，咱就无效率的。讲这无效率较有意义的，因为无效率你付出，比上帝所互你福气愈较大。咱将这退休的牧师这牧师娘当咱的会友该牧会，我有一个自觉讲，因为这老人不是咧破病。要来病院伫厝里，爱来访问甲伊看，这比般的牧会较常较济。所以长几年来，你这个经验，感觉上帝真祝福伫我家庭。特别我牧师娘伫2年前破病一个险死去咧，上帝嘛调转去。我甲上帝讲上帝爱我继续做工吼，我的负责人嘛是第一代基督徒，伊伫我牧会上对我足大的帮助，我无伊袂杀去。所以你爱我继续做工，爱互我牧师娘，互我负责人会能够好起来。这上天祈祷，伫医生害头，感觉无法度的中间，上帝怜悯，互伊个好起来。所以就是上帝讲我毋敢替继续咧做工，所以我嘛无将这款见证讲互全国的这同工听，但无像即届10月底伫高雄义大迄个饭店伫选干部的时阵。竟然我是超过半岁以上最高票，也毋捌遐济票，大家人支持我做全国的会长。所以今仔日我伊个是代表咱这全国这退休的这同工，而且甲大家请安，感谢恁过去对这退休的这传教者夫妇的关怀。上帝既然咱会疼心来帮助咱。这是咱即只特别爱甲恁强调几项，所以今日这个方言，咱的思维技术报告，方言摕咱的一位头前所在，在望你这个感动，将咱的疼心伫迄个方言体来表示恁对这个事工的关心关怀。上帝既然你，咱这个方言主义，我用这段经文甲题目，甲咱大家来分享，信心甲行动。因为一间教会的进步，毋是干讲咱有对上的信心以外，是要伫咱行动上来表示。但因为教会靠迄个表现无正确，方向对去。所以上帝是我的上帝，但是行动上所表现出来，却甲信心完全无共款。等我伫南部时阵，甲北部牧会时。伫中执会内底，为了这个教会要定的看板，几若摆中执会拢讲袂好势，因为看板定迄个所在，也无几工，就这个环保局甲你拆掉，甲你开罚单。
所以常常为了这个看榜才咧伤脑筋。而且，因为所以我就开始真要紧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教会不是真单纯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是会相拍的教会，啊，所以中秋会相拍，中午来办。啊，这个教会实是我嘛感觉真奇怪，因为我伫南部啊，遐小园3遍去到咧中部山内斗体去找我来遮，啊，我就敲来咧问咱台北的牧师讲，奇怪，啊台北市教会若无牧师吼，迄个边路区就是有安尼，你小这样买去啊。哦，对，伫庄卡所在，遐通到遮囡仔细汉啊，有囡仔教会咧读册啊，来台北市靠资源，所以他讲都市教会应该是免惊找无通到遮咧。啊，为什么这个教会啊变到迄个中部山内到底咧找我吼？伊口讲，这个教会无人要去。我先来讲，因为迄个教会吼，总是要拍牧师啊，拍场都拍到咱咧吼，中午来办安尼吼，所以无人要去。我听这是讲安尼，我来去。我来去互因拍看卖，我就唔惊人拍呢吼，试看卖。我就爱整得这个教会呢吼。伊讲，我若讲来遮无了无几天啊，互赶走，毋是我歹，是教会歹嘛，因为无好名声咧。我若做好吼，多个人学这牧师嘛无简单，多遐尼久安尼吼。所以讲吼，要找教咧找较歹，莫找好诶。爱找歹去遐吼。但是来了后，你想讲我倒来时，教会伊教时，教会经常会存3万几箍。啊，我将个底来付任，啊2月过去，就出来一个执事，讲牧师啊，但这个月写咧互你啊吼，后个月要对来毋知影，我你免烦恼啦，啊你免烦恼，因为我是靠信心生活。哦，上帝萝卜上帝饲，毋是人去饲，所以你免烦恼。我爱靠信心，伫上帝面前将这个工课交上帝，上帝会顾咱。所以伫遐开始牧会，2月开始，到伫迄年年底10月底结束，迄阵的教会钱存要到90万，本来是存3万几箍，已经伫红字，无够，迄阵已经1年久无通到遮。所以就是我想，即可能就是咱在座读圣经共款，要有信心、有行动，自然上帝会作为要伫中间来显现。最近个无偌久，教会进步，所以坐袂到，去隔壁间买起来，将迄个壁弄开，较大间。这其实经过无几年，2、3年、4年左右，教会礼拜人数200个左右。所以教会明显未进步咧，教会是讲董事会议未团结，迄个疼心毋是伫暴力，啊，迄行动毋是伫建立伫咧暴力顶悬。真正疼心毋是三命，是三疼，是我疼你疼我，大家三疼。后来看来，这个团体是遐尼三疼，遐尼和睦，的一个团体，咱会欣赏啊。所以一个公司的产品免惊无生意啊，上惊是迄公司的产品无信用啊。虽然真好的产品，品质各面拢遮尔好时，毋免了什么广告费啊。用着的人就知影说袂歹，我报你，你报伊，报到小钱买，不是时啊久，物件人买了了。所以毋免惊公司的产品无人要爱，爱反省家己，来检讨咱的公司的产品到底是毋是有质量、有信用啊无？若有毋免惊无生理，教会嘛共款。所以在伫遮，咱所读的圣经有关的信心甲行动，最要紧的一段记载。咱所读是伫列王记下卷第4章，你若看伫上卷17章迄个所在所记载一段记述，甲这个足类似足共款。因为列王记上卷17章迄个所在讲有一个寡妇，甲在伊所读这段第4章共款。嘛讲是一个寡妇，这两个寡妇的背景要三亲像要共款，拢是因为中午过生去，要囡仔细汉，啊共款嘛是所奉台、所请教啊指示的拢是先知，哦，这个上面所讲迄是以利亚，啊咱在所读是以利沙，啊这两个先知嘛足有关系，因为是先生一个学生。
是师徒关系的。哦，伊丽莎就是老师，伊丽莎就是学生，伊丽阿是老师。这种同款呢，所拄着拢同款，拢真同款。因为咱再说他的圣经，这里挂有去找，这里先知，伊讲我同样是你学生，过身去啊。伊过身无留啥好啊，只有留一同济，这无留好哪点？所以这无真济，不是都逐工都借出来甲讨钱，无法度来还的时，搁要掠我两个囝去做，去等去当共款啦，去拄上。做奴才、做奴仆、做奴婢，做到迄个钱现了为止安尼。所以将这个苦情来教你，这个先知面前讲互先知听。所以先知伫遮甲伊讲，真要紧的一个问题，一个好真大的功课。因为先知知讲，假使我今仔是用金钱帮衬你，无咧先知嘛无真侪钱啦。若是用金钱帮衬，迄钱用得了啊。用物件互伊，这个物件嘛是用得了啊。所以，而且先知甲伊互一个真要紧的功课。迄个功课就讲，你要转去对迄个咱的上帝，因为迄是无限的上帝。你对基础、对要求上帝，互你帮助你，这较要紧。因为咱上帝意思有迄个无限的稳定，迄个稳定，咱像咱水泉一直冲出来，拢无停止安尼。所以先伫遮甲伊指导这个官有讲转去我互你这个功课用信心伫上帝面前对求讨。但是先知甲伊讲，毋是信心求讨好咧，你着爱有行动。什么的行动？伊甲伊讲，我你倒转去，因为伊有甲伊问讲，你厝要偌济物件？讲我厝敢出一罐油定一罐油啦。出拢无啊咧，讲无要紧，你转去。你伫厝边去照气球、照管啊、杆啊，你以为杆啊，照愈侪愈好，毋照照，爱照愈侪愈好。照了的时阵，用门关起来，入你厝门关起来，了总是了，甲你囝将迄个油给倒伫迄个需要照来迄个空的管内底，甲伊倒落去。后摆你会当将遐油伫生活以外，会当卖来帮助你甲你的囝来度啊！所以伫这段技术中间，会能看见这个负责人对先知所得到迄个功中，迄个信心以外，我行动，迄个行动转去了，照物件、照空的管门关起来，然后将迄个油甲倒出来。所以这个是讲，这个负责人有信心以外，需要有迄个行动，然后呢，上帝才伫迄个顶悬来行迄个神迹，迄个奇迹。为什么咱看不到神迹？为什么咱看不到上帝的手所做遐技术、遐工作？常常拢因为咱迄个理智、淡薄的理智，甲咱有限的经验来阻挡。为讲咱这有这事祈祷啦，但有这代志遐尼大问题，靠祈祷好，祈祷哪有可能？这人明明都破病要死嘅，祈祷头啊！所以常常用迄个你的判断、你的有限的知识甲经验来阻挡，这无可能，迄个嘛无可能。所以，因为是你这款的迄个缺点来阻挡上帝施恩、是权能的圣手来帮助，应该看到现在看袂到。因为上帝手的作为伫咱教会来发生，咱看袂到。为什么？因拢用咱真主观迄个判断来阻挡上帝伫咱中间行技术神迹。所以这个先知所甲伊讲，甲非人讲，迄个人对照咱做。咱像我拄讲起迄个列王记上卷17章遐。迄个官府所帮助迄个先知以利亚嘛同款，因为以利亚嘛相款啊，上帝讲，因为伊甲国王指责了的时候，讲你紧走去基督迄个所在遐，我早时暗时拢找我，每暗时拢找我夹饼夹肉去饲，甲你饲，你会能配迄个溪水来生活。同款啊，所以当时我
伫南部要去北部时嘛，甲迄董事讲，甲师傅讲，我免烦恼啦，因为我相信上帝伊原会当会像当时先知的时代共款，找蚵仔加饼加肉去饲个先知咧，饲个萝卜啦。所以这个时代竟然也可以，你免烦恼。所以靠信心对南部来北部，这上帝一路的引传。所以你凭信心，真正顺服上帝旨意，你会能一步一步，不是你看见上帝的权能、上帝的能力，不是人甲你同在。但是这生活条件，这非人哦，这个伊遐所拄的迄个官有当去外口咧抾茶，哦，伊抾茶等要起火，啊，烘一个饼甲囝来食。先知伫遐看到官位时，因为上帝甲讲了，我有找一个官有甲你要养死你啦。所以这个先知就甲迄个官讲，啊，你是人当去说养一杯茶来喝，水来喝啉袂？我真喙焦，迄种抗寒嘛吼。我是说转去讲啊，你顺线哦，逼一个哦，煎一块饼，细细块饼来互我食呢。所以有人讲哦，他无法度啦，因为吼，阮厝里桶内只有淡薄米粉，啊饭内只有淡薄油两丁咧吼。啊，我捡这两件茶，就是转去了，要转去要烘一个饼，甲我囝食来等死啊！我透可怜，伊讲无要紧，你转去做你安做，但是大先爱逼饼煎饼来互我食。这富人教育安尼行，个人样，伊桶内米粉无减，饭内油无少，继续到了如何维持有农作修缮维持啊，生产维持。所以咱再说读这段，这个故事，这个技术蛮简，这个富人听去先知所讲，这个为了是倒转去啊，伊相信上帝会祝福啦，所以迄个信心了是开始个行动。因为真个，你倒转去爱，这三样代志，就是要表示你信心的行动。头一个少气负，少遐尔侪物件爱信心咧。因为恁兜有偌侪物件，厝边头尾拢知啊，中午过生去啊，不是人来讨钱啊，逐工来讨钱，要有啥物件？那最好一面种啦，暗时你开油行啊，暗时该发着钱油啊。所以若无信心，毋敢开喙；若无信心，毋敢少遐尔侪物件。那计少两块嘛袂歹啊，甲少遐尔济，真嚟讲爱少济，莫少，少较济，愈济愈好。所以这个是要表示信心头一个行动咧，啊有行动，少气负倒转到厝，要底油的气负。第二门关起来，迄个门关意思是讲吼，无要互伊迄个信心受影响来摇动，甚至来跋倒去咧。因为信仰，咱的信心甲粒挂菜机共款，迄有活命，迄是活物件，但真实，啊真实，真紧会受即个咱的环境、咱的周围人甲你呢，伊一句我一句安尼吼，啊所以甲伊泼冷水，像花起来，那火花共款咧。所以门关就是讲，无有遐外口遐毋是人掺杂伫咧中间。啊，照信说，你别将有迄你的心门爱关捌，毋通有通互魔鬼通入咧。因为魔鬼人看你有一个空隙里，有小一个朋友就走入去啊，伫内面做工来甲你唱反调，来讲一寡遐，互你失望的话，甲你泼冷水。所以门关起，就袂当甲遐世俗人，袂当甲遐无善人，袂当甲魔鬼有啥物交配交插，专心伫在甲上帝交配，甲上帝沟通，啊，保持你纯正的信仰，信仰袂当有杂质哦，袂用遮。掺杂遐物件伫中间，所以门关起有个用意，啊，有个用意。第三，油倒出来，哦，甲袂惊一条来倒油一罐过一罐，所以这里妈妈这看一直倒到尾啊，讲搁摕来，影响无啊，因为管啊拢底定啊，安尼油就停止。然后去找先知。有遮侪发生，像你讲无要紧，将遮油去卖，会通存一寡钱去行债务，然后咧，甲你的囝通度啊。就是像说你看，你即款的情下面，伫一个完全无愿望的迄个真绝望，迄个官有的身上，有即款的现象发生。若是先知伫指导伊要紧，这个非常有迄个信心甲行动来配合。
若是这负责人伊无要听先天话，倒转去移东移西，透可能哦。一罐油，这罐的罐仔细罐，佫做一个大罐的，啊，倒咧都全是一半尔，透可能佫这遐一罐啊。所以伊若用这来考虑时，我相信伊无法度经过几工啊。但是感谢主，伊有法度继续来生活，甲两个囝儿。所以这款现象，其实是咱的相信，抑可有，毋是无。要咱的身上、咱的家庭、咱的教会、咱的社会、咱的国家来发生。所以咱逐个人拢背起一款的负担责任，就要宣扬福音，伫社区来做工，将咱的福音传出去。最终这真好的福音传出来时，咱所讲内容是啥款？咱嘛要看咱的行动是啥款。若是讲咱的行为真无好时，人讲安那信耶稣，信啊像你即款的，啊，迄个耶稣到底什么耶稣，咱袂了解咧，咱袂了解。所以讲，咱绝对爱倒转伫上帝面前来反省咱家己。咱所讲的，甲咱所做，到底有共款啊无？信心甲行为，信心有迄个行动啊无？哦，迄行动需要表现出来，有行动，但迄个表现出来行动是听还是拼？爱有分辨，绝对无共款。所以听心会感动啦。哦，你小时听心欢喜，我是迄人对你是大感谢。我想即款的经验，咱大家拢有。所以嘛，上帝特别帮助咱来关心遐美事，遐智慧是一个，因为主行讲，你来帮助你关心，是关心伊伫我，这是耶稣所讲的话。伊就真侪退休的同工嘛是要去关心，所以我安尼3不5时，带阮遮干部拢去桃园、去新竹地区、去宜兰方面遮较软弱破病的遮同工。所以其实是无带什物件，但迄个心伫遐，就会感觉真正温暖。啊，即款人听心，我想受咧教会，才找着。所以我过去经验，教会要进步，毋是无撇步，迄个撇步是讲，会友爱同心拍拼，同工认真来做工，免教会袂进步。所以上帝听伫咱中间，咱在上帝教会伫咱的中会，是咱的总会，咱的上山教会是一个模范的教会，是一个模范的教会。所以今日是咱今年度最后一个主日。所以我有福气受派来咱的教会，甲咱做完今年度这一摆主日，咱阁无讲后礼拜应该是40年度的头一日主日，因为了是上帝给我大的福气，甲上帝要互咱的使命，伫40年度来继续拍拼。我伫后个月第1礼拜正月7站受派去大潮咱教会。因为派我去遐嘛，一个原因，迄个牧师较早捌伫我实习年偌久的时间，所以真熟悉，是好的朋友，好的同工。望你下次继续来为咱总会同咱为时间祈祷。上日遮罗伯鲁比伫晚年，让人得到真温暖快乐的生活。继续为了因的囝儿事来祈祷，继续为了教会时间祈祷，继续为了遮在册。伊才同工来祈祷，望上帝角度继续看看咱台湾这个所在，甚物到咧全世界，愿主祝咱大家，咱同心来祈祷。天天的父，我的上帝，真感谢你早起引导阮遮你所听你的囝儿来到你面前，而且阮同心敬拜，我对我的上帝，因为你引导阮。经过1年的路程，无论伫阮的困境中有做甚款的试炼、经历，要佮你拢互阮平安经过。甚至互阮1年中有真好的操练，陪伴阮的信心甲勇气，因为你要互阮新的使命甲挑战，以明年度的日子。所以求你赐阮大家，来将阮上帝教会完全圆满你。我的神甲你的罗卜同在，甲这种子同在，甲会友同在，
因所计的工作，伊能伫这社区将你的福音传出去，引带多少人来认识上帝。我咧照顾阮，既然阮所做的工来塑造每一个人。特别阮今日为了退休同事的福音主义祈祷，愿圣神感动，互阮兄弟妹为这事工继续来关心奉献甲代祷。我咱祈祷，拢上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做伙来读2遍。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我带你对埃及地上来，我大开你的喙，我就充满伊。诗篇81篇第10节。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我带你对埃及地上来，会大开你的喙，我就充满伊。诗篇81篇第10节。三甲6吟诗回应上帝的话，信诗140首，140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您中正长老、查兴长老、吴慧芳执事及东庆执事来负责奉献。
起立。请坐。请看周报消息报告。第4点，今仔日是总会所定退休传教士奉献主日，特别派陈德南牧师来讲道请安，多谢陈牧师，请兄弟关心奉献。第5点，请兄弟到1楼摕明年1月到3月的圣工事奉表。第6点，小会定伫2021年2月初7要召开会员好会，请大家事工组今仔日进前将事工的内容甲决算交予小会庆林长老，也是陈牧师。第10点，为着环保的缘故，明年好会手册会当用网络电子版的兄弟，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到后礼拜为止。奉献部分若有错误，请按中日订正。周间的聚会甲下周圣工事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莅临过来的刘慧芝姊妹，欢迎。好啊，今仔日陈德兰牧师娘嘛坐伫后面遐吼嘛，欢迎。好，即是咱请教育组来甲咱报告，今年咱有抄写圣经的安尼一个进度吼，几啊个兄弟姊妹有完成因的进度。大家平安，嘿，抄写圣经是教育组今年的目标，所以要甲大家报告一下成果吼。啊，咱的目标是抄写一本属于家己的圣经，今年只要完成马太福音就达成目标吼。下一页。啊，咱总人数是62人，达标有42人。本来讲马太福音哦，毋过有人超越进度，完成新约的有18人。咱看好下一页的名单哦，有加42人，红色部分是完成新约的，有这18人。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啊，这是大家抄写圣经的模样哈。你看有阿公有孙子陪阿公的哈，然后每一个人抄写都这么的认真，这么的美丽。好，下一页。好，有全家的，在下一页。好，在下一页。还有小孩看妈妈的。好，那我们来看，等一下，上一页，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个，你们猜这个我怎么变国语了？你们猜恁右这手是像诶，抄写到手胸哦，好，就是下一页的静怡长老，这个周报有刊登过，不过马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有讲抄写圣经的好处，可以更深的体会跟醒悟哈。然后呢，要有足够的空间及稳固的桌面，才能自在抄写。所以他就说，就像在磐石上哈，专心领受上帝的话语。
然后抄写的过程中，如同身临其境，好，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感觉。然后，这一切听到的故事，都因着一字一字的抄写，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了，然后就希望大家每一日更亲近主，每一日更深刻认识主，好，下一页。那咱抄写圣经的活动是历时5年，咱希望伫2025年，将这礼物献上，伫咱150周年社教纪念主日的时阵，所以咱阁有4年要拍拼，所以这是旧约哦。如果新约写完，要旧约的，咱2021到2024有这样的进度，末年是写摩西五经，现在在着手进行中，所以1月大家都会收到，如果有登记的。好，下一页。新约，如果你无法度写较济，你讲新约的话都是安尼。咱旧约，他都平均逐礼拜要写5章。如果说你只要新约的话，是逐个月抄写5章。所以大家是安尼的进度，所以请有参加的人继续努力，无参加的人要有心动的，嘛会使继续甲我报名。对，12月31号前。好，多谢大家。好，谢谢教育组。好，咱嘛有才会完成的，才有教会嘛有准备一点仔小小的礼物，咱会当去找干事来领取。咱过来，咱今仔日是咱2020年上尾一个主日，互咱的数位传播组嘛有替咱制作一段的4分钟的影片，互咱来看咱今年做伙经历倒一寡的代志。Oh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永远与你们同在。阿们。咱做伙来祈祷来感谢，感谢慈悲怜悯阮的上帝，互阮兄弟姊妹，虽然伫即个疫情充满的2020年，总是你保守阮，互阮会当自集伫你的面前，互阮会当由愿向你献上阮的敬拜甲学乐。阮感谢你极大的恩典，主愿恳求你保守。虽然伫今年阮有拄着真侪的灾厄，总是恳求主，互群地你或者百姓，互阮会当有信心，继续仰望群地你。主伫今年，阮也有拄着，阮有几位或者信仰的前辈因离开阮，总是阮也相信，这是因伫上帝你的身躯边享受永远的安息。阮也搁一届恳求你来怜悯保守遮的家庭。主，阮也欢喜，阮有几位或者的新生儿出世。阮感谢你，享受阮教会有遮的婴仔，互阮会当体会到生命的欢喜甲平安。主就恳求你也祝福遮的家庭，互因会当伫养饲教育因的细囝顶面满有上帝你的祝福。主，阮也感谢你，互阮今年会当有真济无共款的做法，互阮兄弟姊妹无论伫经历疫情的时，阮伫厝里做礼拜、抄写圣经。也是阮恢复礼拜时，阮转来自集的欢喜。主，阮恳求你将遮个拢藏伫阮生命中间，成做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也帮助阮会当继续来向前来迈进，互阮的2021年有缘有上帝你的恩典，保守阮带领阮。阮也特别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主帮助因，虽然因无法度甲阮做伙伫遮敬拜。总是阮相信怜悯的上帝有缘伫因的身躯边，主恳求你继续看顾因甲因的家庭。阮也为着怀孕的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保守，互遮伊会当真平安，会当伫生产的时有上帝你的祝福。阮也为着今仔日是阮的退休的传教士奉献主日，也恳求你保守遮的退休奉献家己，互你使用的遮萝卜，保守因，互因有健康、平安，也丰富因退休的生活。主恳求你带领阮的兄弟姊妹，互阮伫未来，虽然这世界的变化阮无法度知影，总是阮相信上帝你要伫引带，上帝你要看顾，互阮会当抱着安尼的信心，勇敢来迈进阮头前的路。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来吟信诗391首，吟诗后请陈牧师教导，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相通，永远甲恁伫地，对即时到世间的落尾，阿门。请坐。